哎，有个在那边晚上了，我那过那边，过个的了喏，嘛看了过那边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哦，反正我们女的了喏，我们管里面吧，我们女的了。过那边的，对不对？晚上了，睡的别晚的，对啦，睡别到了，对啦，晚上了都八个晚的，我八个到了，晚上了都，我拉皮了的，我拉的皮了啊，对啦。哇，那了做个茶包，我那洗了半呢，没做个茶包呢，对不对？过了半年打不啦了，对啦，是不了？过了半洗了半了，对啦，晚上做个茶包啊，过了半年打做个茶包了吧，对啦。过了半年到处去个，到了咱们把皮多了，老把木头泥了，把木头泥的那老把那水没给过了，把好了过了半年，过了半个呢，把皮多了，把木头泥了，我完全那个呢，把木头泥呢没收给呢，把皮多的啦，过了半年我了打西部的，把好了木头泥呢完全呢，喏，没了。没了，我没了，洗了半我做开了呢，在那过了半年打不啦了。我们这里面没了，到处去，到把那边没做开的，过了半年洗个的洗，对不对？咱们洗的带不把嘛呢，洗个的洗嘛，对不对了哈？我在这里了，这了不好了。晚上了，是的，皮发的干的，对不对？是皮到的肥了，晚上了是皮干的，但是皮的嘛，对肥了。晚上了没烤出的话呢，对了，马上打了卤蛋，给了那发了发汤了，过了半了，看你过了半对的吧？咱们不得不老把那过了半嘛，没看你这个过了完了他啥去的，过了完了他啥去的看，没得了呢，对不对？过了半，那是今年办了今年过了半这搞，这搞的嘛。嘛把了我们这里没做给干的对啦，但是说的什么？没了，我们考虑的话这个，搞的嘛，他马上落地的话再开，需要我再要给他需要我这爸给爬路了对啦，这是没他爬路过的是，不得来这里路嘛喏。那没拿了，那考跟那的话呢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考跟那玩考快就要我没得你的，这个没拿了是的了，对吧？到我到师傅把搞了没得，没了谁拉白了，得了我的呀，那看呢，把这我的拉着看呢，200。ya pa waktu ka waktu sudah dilakukan betul sudah lah waktu lah dia ka betul tu kalau jalan betul salah dia ka asal sudah betul lah dia sit mana
再出发就到看到哪个了，那是没个那是没关到就关了，关了买电脑就是叫卡处，对了，标志叫卡处。